有數據顯示，大概每10個女性就有1個患有多囊卵巢綜合症，情況都幾普遍㗎。Dr. Vivian， 呢個病症有咩成因呢？咁多囊卵巢綜合症嘅成因咧，其實未明嘅。有研究咧建議佢係因為婦女身體裡面嘅胰島素抗咗啊，或者係黃體酮素比較多，導致咗體內咧增加咗好多嘅雄激素，咁於是就造成咗一個內分泌失調嘅問題。患者因為荷爾蒙失調而冇辦法正常排卵，對打算懷孕嘅婦女好大影響，甚至有機會導致不育。Dr. Vivian， 有冇機會逆轉病情，增加受孕機會呢？其實有嘅，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調節飲食去控制佢嘅重量。有研究提出就係，如果當患者嘅體重可以減到5% 或者以上嘅話咧，咁佢嘅經期嘅規律性同埋佢排卵嘅機率咧，亦都會提高嘅。咁第二樣啦，咁有啲病人可能需要咧用到藥物嘅輔助去排卵，咁從而增加佢受孕嘅機會。